这是你的二舅母，快过去见过啊！拜见二舅母。不小了，外甥女儿这帮属下。看你身体单薄，食不胜衣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自小多病，是为吃完时期，便吃药到时今了。来了吗？啊，真的来了啊！哎呀呀呀呀，来迟了，来迟了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迟了。昨日来对喜恰恰，今朝听见归看
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虎啊！阮今人素为了子，你就叫他一声凤辣子就是了啊！他是你莲儿嫂子，又名唤作王熙凤哦。莲儿嫂子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请怪我一晌无言，次次叫好，四十辈美丽的人儿天下少。那想过老祖宗先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肉天心里了pom来到，怪不得我家的老祖宗在人前悲唱快呀！哎，只是我妹妹好命苦，姑妈偏就去世早。哎，我一天愁云放在笑，你何必与找我烦恼？哎呀，真是！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她身上，愈是欢喜，愈是伤心。竟忘了老祖宗了！哎呀，老祖宗，喏，给当！啊，妹妹，她首先，妹妹，你是竟来到这里呀？休当作风儿几句在花中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。要钱要用把最正统，你谁为却告诉我西呀估计二嫂子必心。手下。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？搬进来了。你们滚照当嫂儿子，上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吧。是，妈妈姑娘。经过老太太，妈妈姑娘随我来。黛玉带来那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吧？帮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鬟，只了黛玉好使唤呐。见过林姑娘，老太太真是想得最大啊！怎么，宝玉到家庙去玩园，还没有回来嘛？八爷回来了，八爷回来了。老祖宗啊，起来！看看啊，起来。宝玉啊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，快过去见过你包哥哥啊！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勇刚才人。知道她府内草茂生青梅，小牛内不可轻轻闭上泪。一人有时花早睡。
一个宽见面说，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呢。哦，好啊，这样嘛，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收下，收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只上过1年呀，认识几个字。证明名唤代肉，表示你无事。好，我说妹妹也是，莫说平平两字受苗啊。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人物统考上说，西方有啥明代，可作和美之目。看妹妹没解说错，取这个字岂非成美呀？真聪明。妹妹，你肉没有啊？我没有肉，你那块肉也是件稀罕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，人的高效不是，还是领不领你，我可不要这东西啊！孽障！宝女啊，你生气要当妈真容易，何苦去塞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什么去嘛？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宝女啊，快带上！我不要，宝兄弟，我不要，宝女，我不要，宝兄弟，不要！宝女，当心你弟知道。宝兄弟，快带上！宝兄弟，老祖宗不是长寿的吗？这富贵佳人就指望着你这个命根子你。吃好，怎么又要睡了？哎，你吵我做什么呀？妹妹，你来看呀！青色是金宝圈上，千言比实在香，万语团名利结生。来。你到别处去玩嘛？我到哪里去啊？我看见他们关你的。好，我也躺着。咦，你脸上又是接谁的指甲划破了？不，我放在伢的胭脂膏。你呀，又在做这些事了。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，大家又不担心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家里的人都说我是文思莫忘罢了。啊！原来你得了牙哦，被封为文思莫忘了。别人叫的，你可不能叫。为什么不能叫？我偏要叫文思莫忘。你再叫文思莫忘，再叫文思莫忘，再叫文思莫忘，你再叫。二爷，林姑娘，老太太叫你们到厅上去。薛家姨太太和宝姑娘来了。啊，宝姐姐来了，走。兄弟，林妹妹，
差。呀，我是模仿先生很差。婴儿，你笑些什么？我听这两句话，大赛好姑娘经手上的两句话是也对你意。宝姐姐，你亲手上面也有几个事，今天也让我上街上街。你不要听他的，没有什么事。宝姐姐，你夸亮我的，岂不让人家夸你的呢？我这个倒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只是上面也有两句吉利话罢了。不离不弃，方里拥挤。哎，这好我是一对呢。婴儿，烦不快去倒茶？是。宝姐姐。宝姐姐，你的衣服熏得好香啊！像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，那么好闻。哎，请我也会尝尝吧。又闻到了呀，怎么好哈气的呢？这香气好猛嘞！林姑娘来了。林妹妹来了。林妹妹，哟，我来得不巧了。什么巧不巧的？早知他来，我就不该来了。为的是什么？喏，今日他来，明日我来，这样不会太热闹，也不至于太冷清。宝姐姐，你怎么不明白这话呢？快你这张嘴呀！二爷，什么事啊？二爷，先生姐姐到处找你，说是老爷欢你呢。老爷欢我。既是老爷欢你，也用不着怕成这样啊。去吧。这对丧气做什么？方才贾雨辰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。既出来了，又无潇洒慷慨的谈吐，还显得畏畏缩缩。哼！别怪他你做为所长，陪丫头你到连生光，四公堂世世同名结丫头，曾经连堂结门长，可叹你曾经四顾举伯阳，四度荆棘偏一旁，只怕是永在难以成栋梁。欲加于公，杜甫房。今日来是谁跟着你上药？是小的本命。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压了些流言文化在肚子里，压了些金子的淘气。等我空了，掀不了你的皮。在我这个不上进的孙子，是。方才娘娘传旨，叫你与姐妹们一起搬到大观园去死。大观园，你要好好读书，不许胡闹。是。大观园。
么？哎呀，上次你叫龙弟送，我今天拿来了。拿来。哦，喏，西厢记。二爷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二爷，那应该赏我了吧？好，明天赏你一条钱。谁没有见过一条线啊？哎，二爷，你把这个象牙雕刻，你赏给我吧。好，拿去。哎，二爷，你把这个荷包也赏给我吧。哎，这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拿去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我今日背地里骗到他一个3块。到底是张君有事，难得西厢记妙事啊！结掌声尽心能事应人家，梦盈盈深情感定长生词，叹报诺身不由己全在此，但愿得今晚梦里空就是啊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就要成功这鬼了你。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我在讨厌匡公明文玩圈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年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给我看看。好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以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的。我给你看，我是不怕的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！什么书啊？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也不想吃你。好妹妹，西厢记。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。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，妹妹，我是个躲在大明
小，文章的娃儿欺负人，我可要到舅舅跟前将你告。好妹妹，我无非遇见事儿神偷脸，好妹妹你千万让我这一招，我若有心去负你。好，明朝让我跌在这池子里，让拉头女帮我腾去掉。那张生一封是关于推着推，隐隐当街人呀黄昏雨，那红娘三层上步老夫人，那为民父亲边沿着牛馒头，我以为也当是对，呸，原来是个人样拉枪的。好，你说说你这姑娘，好，我要去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一个好东西呢。这是北京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呀。什么吹能人拿过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袋，要香袋，哎，香袋。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后有人会替你做的。人家比我又为年又为闲，又有什么金的牛的？哎呀，又来了！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隔手，后不转线都不知道？我们两个一做亲，一上财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以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今天天气分明冷了一些，你穿得这样单薄，唯独冷了，只怕又要伤风。你自己也穿得这样单薄。奇怪，你这样从亲王府逃出来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把生死二字字字到位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那你再也不唱戏了？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做戏子的人又是皮无奴，太乡内的带上肚，此去必居东郊的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
分手。但愿得与你往来多顺遂。二爷，时候不早了。二爷。机关，二爷，这是机关随身之物，请二爷收下。想起此难，亦难，一生深锁，泪深如山。是君一忠，是父一孝，生人永，忠孝圣之本也。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父不可以不孝也。三纲五常，乃胜利生之大经，为人正直，不可以不知。是故忠贞出于孝子之门也。别人在哭闹，你还在笑你。唉，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背，能想看待几祖先，再须恭敬听教诲，立冬下拉多生言。这儿名掉落的崔文章，多得我对魂莫云实可言。孙悟空套上了金箍咒，没法子哦。来，再多一位吧，我来给你当孙。唉，八姑，八声海空哦。静雯，静雯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呀？我自己画的。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读书要紧，你就让我嘎嘎闷吧。好，就让你画吧。哎，二爷，你画便画，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眉毛画得像林姑娘一样。为什么？太不喜欢。哦，有一天，太到园中来，见了我就扶着脸。他说：“眉间实处眼不是水，眉眼也虽像林妹妹，虽如要下肩膀，这一个丫头她是谁？难道每一声讨哭一点，也就会得罪人了吗？哎呀，二爷，你咋画得我兴奋我哈？眉眼更像那林姑娘，岂不是爱了她的眼，添了我兴奋才。哼，我偏偏画得像林妹妹一样。来，
人？你看我画得美不美？去问你家林妹妹哟，是谁家相处辣椒一起炒，我闻到酸辣辣的一股辣椒味。看我不死了你张嘴！满屋子的人啊，只有他在为磨牙齿。这都是二爷冲着他的缘故。二爷呀，常言道，你心人最多张嘴，休怪我要把二爷劝一回。你怎可凤凰纹在乌鸦堆，只字替奴婢去完美。你放下真经，说不念被老爷知道，定责备。二爷就是太爷反不生，总算你不是真心爱读书，你也应该长出过读书的样子来。读书读书，又是读书。好，天是热凉，来脱下一件衣服吧。来，咦，这个环境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啊？二爷，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。是什么朋友竟会送这样的东西？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唉，不知你呀，又记着上什么三教九流的神不了。好细腻的环境啊！不知我家二爷又做了些什么玩世神的事了？我做的也是正经事，也没有去为非作歹喽。那你哪里来的？来，众人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戏子，名叫季冠，是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呀。戏子？那季冠是与父母上亡故，谁谁马进西班牙公，13岁他一人门生子黑，进了众人亲王府。到如今啊，他名满天下，是你朝穷，谁能知他头上没小台下苦？他是死却白酒心不改，心不改，令人当作王爷奴。我与愿相识，好呀与梦他，趁我还进千香路。哎呀，二爷，你进我戏子就叫朋友做这种事情，二爷呀！平日里你不分上下贵贱，有下人共奴婢，并起并坐。今日里又与戏子结朋友，岂不放屁名声被玷污？上辈老爷来知晓，家法是我少得过。哟，与戏子交个朋友，这难道又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皇帝查清，与戏子往来有什么错？
宝姐姐，来，宝姐姐，请坐啊！宝姑娘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谈讲的这么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呀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进我戏子这交朋友，戏子是啊，这完得了。要是真和戏子结交，这倒叫人担心你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。二爷，什么事啊？二爷，老爷叫我来传话，说明日一早要有贵客来拜访，老爷叫你准备，明日好会客。会客，又是会客，是老爷吩咐的嘛。好，去。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陪上。你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说你能迎宾接客，所以才叫你。唉，我无非是个说中有说的说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这些落肚门来往宝姑你。娘，你听听，他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，倒却让和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。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。宝兄弟，上言大子呀，他来接，谁不想高朋友们？是今你上位14令，也该去为做官臣，但将西仕途经济好有份，又为西事做人真本领，理应该把茶馆的举上进，怎能够不成一破功名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要玩国牌，真不胜你，你去玩国牌去吧。怎么？我是专陪人玩过牌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听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肚。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你？没有什么。时日不早，我要回去了。宝姑娘再坐一会儿吧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二爷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有怀呀。婴儿是宝姑娘，要是忘了林姑娘啊，又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提起这些来，宝姑娘真是叫人敬重。可是你呀，倒和人家生分了。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，这难道是文章话吗？唉，真想不到这群类归国之中也会传上了这种风气啊！二爷。
不知大人到此，下官奉王命而来，有一事想问老先生做主，望大人选明，一审好真与审判，也不必审判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哪里？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。如今三府城不见委屈，此次请召府城，听城内终身损失，机关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，今次逃出府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此想问老先生遵旨琳琅，请将机关放回，一阵可为王爷奉口旨意。那孩儿来嘛，也免下官求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等，来人，有唤宝玉。是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谁家里你因为鬼皮配训教，才挖蝙蝠法无天也遭殃。那机关是王爷家监陈龙人，你但管引得他出府堂。小奴才，你不提祖宗真光彩，恰胡结于我天烦恼。什么机关呀？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啊。不知乃把梨火报，公子你无苦瞒得牢。可是武传也未见得呀。我说也有真名出举才，他真你还金还金你呀！你讲你。大人既然这内心，宝玉不放总在高。那机关燕卷台上也鼓舞，燕卷台下马欢笑。再不愿这身有灵，李王府必居东郊。马季节做里茅山，他愿做过一路雨脚你说去找他，找出了鞭炮，什么油门，我再来请教。告辞。请大人稍等，不许走开！大人慢走，大人慢走！哎呀，机关啊，机关啊！好看你终于赢在身旁难道是来我这招？才是。来人！与我把宝玉绑了，与我拿绳子来，与我拿棍子来，把门都关上。有人钻进到里面，立刻与我打死！是。老祖宗快来啊！老祖宗快来啊！天哪！想我家父势力专营之所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出了股不忠不孝的孽子郎。
结革命，免将来事务有事君。今日当时无逆子，明日我情愿天土石空门。快与我问问当时血流情，免将来什么祖宗留红根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给当一死鸡也给保送，当时保牛死小，倘是把老太太气坏了，岂非是大了？老爷，老爷，夫人休敌自言，我养了孽子，我也不孝，不是今日结果了他，已经后悔。老爷，我看在夫妻的份上，我念一半吧，只有这一股孽障。宝娘，我们娘俩不是一同去世了，在阴司里也得过依靠。宝娘，我那可怜的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！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！老爷，你勒死他，你还是先帮我勒死了吧，帮我先勒死了吧。放手来！老太太，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当死我再当死他。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娘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唤儿子进去也就是了，何必自己走来呢？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何才失去呢？哈，老太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因为的是永重要做，老太太说做叫做儿子的所担当得起。呸！我只说了一句，你就经受不起，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宝女去经受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宝女，你这不也好，不争气的孙子哦。李妹妹，你又哭了？你哭碎了，委屈了。哎，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，
也是情愿的。请问，鸳鸯姐姐，老太太叫我来上话，说宝姑娘与两儿奶奶都要来看8月呢。知道了。我醉了。你什么时候也怕起他们来了？哎呀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回头再来看你。景外，二爷，什么把事啊？这个东西送到林妹妹那里去。哎，二爷，去呀，去呀。小老为人，为君哪能不伤姑娘，夜深了。
宝兄弟他怎么样了？好一些了。哦，把这一碗永久拧开，涂在身上，把淤血化开就好了。宝姑娘真是想得周到。宝姑娘，当成这个样子，宝兄弟他呀，两牙苦口离于病，忠言逆耳离于阴，啥能听人一句话？他也不知今人是多阴。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是个大儿爷家归隐，为的是防止成龙把命悬。谁知他好了伤疤放了痛，必见他本性改半点。我叹的是言之做空劳碌，望有真只换送暖心一片。你何必这样灰心意？你是自心协议，将他的纵观一担深共见，非是我当面夸你好，一常听他说你言，常言道几岁终于回头郎，宝兄弟他终于一人心情变，青云雨露终须到，非望等他太来年。
听人说，你丢了一个戒指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都怪我粗心，竟把太太送进我的戒指弄丢了。我这个倒用不着，宝姑娘，这次恐怕不及太太送给你那个好。宝姑娘，宝姑娘来了半天，我连杯茶都没有倒。宝姑娘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去倒杯茶来。什么话？和尚道士的话是和新的？什么金玉良缘？我偏要什么是姻缘？宝牛背子心头上，用过夫多的是父亲银吧，他是婢女生于心里语，我是三少良心进退吧。宝姐姐，是你呀！我刚走了一会，就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听你来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我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梦中之言不足为信啊！听说你又做了几件新事，想来拜托一番你。是倒是做了几岁，总不见你和林妹妹呀。哎，今天你来了，正好让你评论一下你。来，马姐姐，你上肩，上肩。好啊。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，有什么事报来就说噻，叫我们万一生惊不得好噻。谁呀？都谁在了？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还不开门。凭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进城来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宝姑娘再坐一会儿吧。宝姐姐，请。宝姐姐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三是什么鬼脏人事？老子说，在这个院子里除了主子，都是鬼，鬼不长人事，休想在这院子里3日扎根。老天总有一天开眼，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的赶出院子，这谁管谁呢？这院子是不得了。
老太太，我的儿啦，难为你陪着我们老一辈来御园，实在添了我们不少心思呢。到这里的工作吧。是啊，龙女应当还乖应呀。生死事与曾将去，我愧是正当美景我良人。姨太太，请老年生于血尘啊衣，真乃是白发一飞上花水。说什么白发一飞上花人？我看啊，老太太越活越年轻。长生不老活下去，三顾难及老人心。凤丫头，就凭你这张巧嘴，这几年我留心地看啊，身边二嫂子怎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啊。呀呀呀！我的儿啦，我如今老了，还巧什么呢？那想当年，我像凤丫头这把年纪，那倒是比她还强呢。是啊，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好，要是巧啊，那都不及包丫头哦。哎呀，老太太这话可是骗你这倒是真的啊！我时常听老太太在背后说宝姑娘好呢。啊，凤丫头，等会准备一些好吃的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去乐一乐吧。啊，姨太太，你想吃什么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叫她出难题，时常要她弄了些好吃的东西来消解我们。姑妈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言神月岁，要是不言神月岁啊，早把我也吃了你。万不行，万一春生，福彩花，什么万岁贤美同生花。
年下
锦囊，手烟棍，一泡金库，一年风流。这本经来万几去，不教无能言句干。梦境召唤人相思，他年长侬40岁，一朝清净红颜郎，花落人亡，两公子。人生无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我当良是谁？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。妹妹万岁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我今天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休了开水吧。说吧，说2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生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总将我操来到鸟是终在相伴空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并你听，还怕那牙关佛是不知道，我亲自张张健健来照亮，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先想，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菜，像一抹素生的情同胞。十指望情情年年直到底，中间的我
你瞎着眼睛把我叫，三朝四日不理我，是宝牛手闻落魄大烦恼。我与错你当年是马也呀好，为什么冤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这手也是生也好，为什么被人都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报名不怕高丽梦啊！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穷死的鬼魂，怨恨难告。怎么？你在哭啦？你要死了，动水动家第一。手娃忘了紧，不就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我了。你既这么说，我来问你，哪天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你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只管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猜哪一天啊？我不顾长台湾天生慧，来访你病中担心，谁知道随了你丫头燕麒麟，上了你永远里闭门羹，偏向我默默凄凉的院门，遍体深爱梨花径。那一日你蒙着耳朵不离身，今日你何必自杀别自把是命？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宝姐前来说过一位，定是丫头们惯出来的好事，待我回去问出是谁，定要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后宝姑娘来了，什么贝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你还是这些话，你到底还是气我呢？你还是整我啊？哎呀，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劲都跑起来了，还记得一脸爱你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算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啥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着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平时把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辜负了。你
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尚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呢。妹妹慢走，你让我再说一句话再走好不好？万言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可从来也不管啥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管告诉人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好妹也。确实。紫娟啊，二爷来了。妹妹呢？姑娘正睡着呢。紫娟，妹妹夜里可算好一些了吗？好倒是好一些了。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期发来了？真是新闻。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。紫娟，妹妹去燕屋了没有？我正要问你，这燕屋是谁进我们的？上次我在老太太跟前列录了一股风声，原来是你说的。我们正在疑惑，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日送一辆燕屋来呢？原来是这样。燕屋吃惯了，吃上2-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呢。这又要多谢你费心了。紫娟，天气那么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妹妹已经病了。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哎呀，二爷，从今后我们说话便说话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。1年大2年小，叫人昆草不尊重，那些文章的人背后都会说你的，你总不留心，往后小时候也不因为，这时候死的呢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和你说笑，你看她请来圆着你，还恐圆不起你。怎么，你生我的气了？我不曾生气，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都不理我了，想起这些就伤心起来。Yeah.
分。陶姑娘好一阵又得一阵，不知道她究竟安的什么心。我只觉今朝倒要试一试，放一把火练他一练，看他是王通万事精。是的是了，假的假了，真的真了。再过几天啊，连林姑娘也要回去了。你是什么？谁要回去啊？林妹妹为苏州司机家里去啊。哎呀，你是什么慌啊？你红在八呀不乱语，妹妹是苏州原人赵福清，老太太临夕怀生女，千里寄归半生婚，她离不开小相关中情感中，真委屈姑苏城内旧家门。你也他是要困神了。你以为家父说大神啊定王，难道是皮神说终身扶靠旁？你可知借来的东西总要还，借来的亲戚知不偿。水楼千里要归大海，胭脂总有它句话凉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时常要送还到故乡，心灵的不能在家父之一时听生死。邻家名称来接姑娘。二爷，二爷，八二爷，哎呀，八二爷不好了！宝玉，哎呀，前人，你是怎样死的，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紫娟姑奶奶她讲了些什么，二爷他演绎着了，谁却也冷了，我也不为甚了。你这死丫头，对他说了些什么？我并不管和他讲过些什么话，只是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啊，宝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宝玉啊，宝兄弟，宝玉，宝二爷。子轩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！你要去连我也难了去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只是和他开了一个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司机家里去。啊，二爷特生，老太太，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来了。你叫林妈妈到大堂去说一回啊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要接林妹妹了，当这个去，当这个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哇！当出去，不要来这一声。明知谁不许他心灵，爷，不许让心灵的人进来，不准提到灵事，听见了吗？不许心灵的进来啊！不得了，那个一条船不是来接林妹妹的吗？哎呀，船在那边有什么？来人，快叫船要走，要走，要走！宝玉，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子娟，二爷，
子君，你去看那宝二爷的病，他好一些了没有？好倒是好一些了，不过他还记得我上次要骗他回去的事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，活着我们一起活着，不活着就一起化灰化烟，可是不要分开了。宝妞的心倒是真着，听见我们要回去，他就结成那个样子。姑娘，你也该趁早拿定个主意呀。你说什么呀？姑娘，我跟你也多少年了，你待我又是那样好，难道你的心思我还会不知道吗？姑娘。王生公子沙盘都是那三妻四妾早进莫错，不是相亲士兵的见得少，祈求怜心看得多。正所谓万两黄金容易得，难得知心生一个。你和他一桌子吃饭，一顿自说，心情脾气没得破啊，姑娘啊，你眼前有人不张罗，你晚点起灯笼照那个。四丫头，你疯了！一张小嘴开了，絮絮叨叨把牙齿磨。你说这样我就不管要你了，把你台湾结为祖母，免得你在我耳边唱山歌。姑娘，我说的都是好话，又没叫你去为非作歹，你何苦去为病老太太？叫我吃了亏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妹妹，你累了一天，也该去歇歇了啊！我这才去。归京。
算你惜我，终不是可自从撒娇相思记的娘，举父母是宾客相对个人哟，红姐姐是里面前来外面逛，园中姐妹三相好，总是那个母所生。从小随耳鬓厮磨枕边上，几年来心贴心儿把人越过情深似海难测量，因此我愿为陈算是作践，我为他实图情丝也折磨，心中是千上挂肚台不开，好姻缘有时情深有渺茫，实实今生没奇缘，为什么何以负心肝，何以负伤？实实今生有奇缘，为什么可以受高伤？可以独享，不由人此想，我只有心开离身把呀迷上。我看宝玉病得奇怪呀，那代玉服算病，服算好的。以前小孩子们裹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如今，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及宝玉成了亲，以免得将来生出什么祸来。说不定冲一冲喜意，病也是为好呢。我也曾想到这一层了。我们娘儿俩先合计合计，算儿再与真儿商量。老太太，老爷说挑选媳妇还是请老太太做主就是。可是
老爷有事。娶媳妇要是得几倍，才能够相夫成妻光门楣。说的是啊，我也曾旅行过太庙，可惜太庙这女孩儿举止行动多怪僻，不是宝茶新闻人，王中端庄更严威。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。林姑娘虽是玉貌玉才，只恐她多愁多病不问情。宝丫头得用结拜，与父相听个端方十分严。可不是嘛？更与金锁配宝玉，是一对天生的并邻连，能使家务万事兴，做得宝玉富贵健。既然你们都说宝丫头好，那我的旨意也就听了。哎呀，老太太说的是。咦，夫人，你这人呐，有什么话讲吧。老太太，这话奴婢本是不惯讲的，如今没法子，只好讲了。宝儿也杀去宝姑娘，这真是天造的神配真上。儿也得了8年福，奴才也赚一线光，真来是金玉配空生风浪。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个林姑娘，曾记得亲房脚本是一张，他曾经把我错当作林姑娘，说什么为你弄成一身病，在里梦里不相旁。曾记得只卷一句玩笑话，他掀起了王后千层浪。如今啥子娶亲的事，空天大地何事也未尝，倒不是碧城落雨现代山，老太太你能提防此切地方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孩子们实从这种心思，实被外甥知道，
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。罢了，我担心的是宝玉，谁像上一位那样的闹起来？这倒叫人难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你们都听见了，可不许传出去。啥子走漏了一个字，当心你们的两条腿。是，下去。这件事依我看，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，第一条推两万字，调包记。生一个历代刀匠敲机关，包子红盖的杂子心内内，负心人可用纸卷着小牙关，待宝玉这是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暂且埋一番。此事能瞒得过吗？老祖宗，等到那就来人一赛，生米之人所米外，保管他小金帐内翻不了脸，鸳鸯枕上洗不来。在此地课，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来评评理，他们说话我又不知道，
我只说出了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该打我呀！哼，你姐姐是哪一个？就是贞子姐姐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沙大姐。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宝二爷要娶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啊？就是宝二爷要娶宝姑娘的事情。好意思谈了晴天。姑娘，你究竟要往哪里去呀？我问宝玉去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起来去呀吧，你再起一点吧。紫娟，你哭什么？我哪里能够死呢？姑娘，姑娘心事深作藏，深深，怎么样叫我紫娟真不成？多呀，见你摊开手，三面为真实言后，镜子里只见你用眼神，枕头边只叫你来舌头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？真经得东楼到城，下楼到村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愁。
人还得过家姓人，早知深情比纸薄，我懊悔留真是怕到自己。翻本心送此心。此路灯，意外人月张氏。老太太、林姑娘病重，他们怎样说？紫娟姐姐，你不要分了，你快讲啊！宝二爷真的要去抱，你说什么？宝二爷真的要去抱姑娘，就在今夜正厅，新房都收拾好了，上头吩咐不叫我们知道。这先生怎么这样横刀冷淡我？怪不得凭他便是与苦能配，恰原来布姑娘多见了王子妃，贴心长大官人是我来团房的生儿，恰与我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真想不到，你也是。我是寒冰心事天，折了心堂放秋梅。林姑娘怎样了？这妈妈有什么事吗？我只见姑娘说几句话。只见姑娘方才老太太与二奶奶商量过，那边要用你试婚呢。醉妈妈，你先请吧，等神死了，我们子孙是出来听儿试婚的。只是林姑娘还有一口气呢。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醉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说。宝爷去尽完不了噻，又何必人为团起把名菜？那便是一天喜气人是你，聪明能干一大堆。你要我自捐有何用？这锦上添花我与不为。你我自捐金山里。这园亭这平塔旁边团场哇，就不碰那同往宴上下欢杯，但等姑娘断了气，该把我分身三棍，我也不皱眉。子娟，你
今年先跟我走吧，先走。怎么？你们一个都不去啊？上头是拗不过人的。走，紫娟姐吧，紫萱姐姐。海燕。说是难有我情把心与妹妹永别在今宵，从今后你失穷过夜相随看只怕是红日清明梦中把我姑娘叫。妹妹，我托你一件事。什么呀？但愿在此没有亲人，我的身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我这本起来挽进去，
是地间诚心满意的是我还不容小看将心心情把家境抬，总算是东园桃是西园女，今日一想一次真，此生得娶你林妹妹，心事再看，往日平手一杯干，今儿落是福也美。从今后啊，与你诚实早起在花灯，半夜挑灯。天香平林，观树花，不月彩影，大长灯，从此巧女娇艳，满室围，直到断水分莫开。这真是人我三国终于断，女郎织女齐心为呀。咦，方才这件喜宴，却为何不见紫娟呢？他的生肖错了，因此不来。啊，原来是此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带着这个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做套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中的董文生，潇洒的新娘期待心，多生欢喜你少自杀，财源财文莫团结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，须懂得小人乃是第一人。你说我傻？我看你才傻呢！我把这颗心都交给他了，还会对他不问噻吗？我爱他，今他都来不及，怎会是他期待谁？今日我十分心甘情愿生平，把脸刚早化作鸟之人。宝玉，我的儿，愿你俩相敬如宾到白头，这才是父母之心不过分。还有什么？宝女啊，啊来去啊！母亲的话你可要记住哦，我知道，都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。
林妹妹，虽然这红该对呀，早是你面是无用，背是累，恰早不是你心的春光往我推。要我的子弹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也在外面守着你。妾身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的那个美生儿是谁？是新娶的海奶奶呀。你真糊涂，新娶的海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那林姑娘呢？你怎么闻说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娘。是宝姑娘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宝姑娘。不，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宝玉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宝姑娘。放在命令与林妹妹成的亲，是夜晚扶着他的，怎么一杀是多美丽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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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老祖宗，虽老交代众位之地，老祖宗你手下，手下。我以为把你好事尽消停，为什么月老竟操了红女神？为什么梅园草马行花？为什么恰恰金杯酒来请？宝玉，莫不是老祖宗替我家中亲啊？抱紧吉他，关在我的心上情啊！林妹妹，你在哪里？平时清晰言言，你十分来自黄山的千草你听娘声，你听娘声，你们听，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！宝玉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我这句心里的话要死！你是宝玉啊！我妹妹都有病，两个病源一条根，望求你帮我放在一起哦，以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人也能设想，今儿死了也可张痛。
天下万民无所惧。此句妹妹空是神。老祖宗你谅我吧，老祖宗你谅我吧，老祖宗。今天是你的大喜日，已经病人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痛啊！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有用。二姨，我找林妹妹去。二姨，宝玉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玉，你找林妹妹去。宝林妹妹她已经死了。林妹妹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今月良缘将我骗。问归离恨天，到时今成年不知何处去啊！下手足怕为怕流血。林妹妹林妹妹呀，是今日却不徘徊，还不还？上天设地难人间，可叹我生不能临别花间，居要是不能扶一扶起茶馆。林妹妹，想当初你是个可伶仃，当我家来，只因
那时候两小无猜空正面，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，共同西厢在花前。妹妹是心里早有你看不厌，到如今夫人共把心相夺了，可怜我伤心不管梨花人，曾记得一行冤杀了闭门啊，讲你是十八爱心也不眠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病啊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念，好容易盼到同往花中夜，总以为妹妹姻缘已现啊前，想不到林妹妹被人抱姐姐啊，恰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骗，十指望把头能将爱我哎呀，谁知晓今生你望头笼中头是命。林妹妹啊，自从举子大官员，几年来你是心头走进家不开，落花满地伤春老冷雨，悄藏里边面，你怕那生死上放大和双肩，到如今他果然被你伤旧心。
儿爷，天夜了，不便逗留，你快回去吧。紫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求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人已死了，还说过什么呢？紫娟，妹妹她临死时讲些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病从夫人里，上天赐予我知心皮。他这边是人恶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洞房承诺一天喜。只听他哼声虎豹牛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宝儿爷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夫妻，林妹妹，这是无毛之子，并不是我本身。姑娘。
茶姑娘深情的话呀，那因我也知心可你，世上的人儿都是他。我被人骗了，就在身体之大草，一根插人马众人妇，天去归女王人却快难再补。你是这东兵西里所杀，我岂能一个清流在所报？宝儿爷，你快回去。